7月份上线的是一个 vacan.com。那基本上这个地图的话，就是使用者在登录我们的平台之后，就可以知道说所有的餐厅、泡法咖啡厅它所有的使用的空位。对，那基本上就是透过这个空位地图的话，可以让我们可以舒缓人流。那特别在疫情的期间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说每一个空间目前的空位状况。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现在目前也预计希望能够在南台湾这边做一个扩点的一个扩编的动作。那我们也希望说更多更相关的一个科技人才能够到我们 vacan 这边，然后来做一个更在地化的一个服务。那如果南部有这些征才的机会，其实大家是愿意留下来。那刚好这次的机会，我们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这样子。那希望说以后就是有越来越多人留在南部，然后让南部的产业可以一直升级，这样发展上去。对于数位发展呢，它未来的进步是指日可待。所以对于我们很多北漂的青年回来南部，就是说我们已经提供有工作机会，而且这些工作机会呢，它的就业的薪资是高的。我想对于未来南台湾要引进更多的数位人才，让我们自己在国家力量上面，尤其是科技力量上面，一定是最好的注意。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李挺。台南近几年来致力于发展智慧城市，也积极推动数位产业转型，因此不仅纷纷的吸引了国际大厂来台南设厂投资外，也创造了不少数位产业的就业机会哦。台南市政府与友瑞资讯、凯电行动科技合作，将于这个周末于成功大学办理2020南区数位创新职涯博览会，不仅有台积电、Linker Networks 等44家厂商寻找超过1200位员工，其中最高年薪高达220万，而且工作地点都在台南哦，将数位科技人才根留台南。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研考会戴主委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研考会主委戴伟俊。那这一次呢，我们在9月13号，我们办了一个数位产业的人才的博览会。这个博览会呢是第一次，其实台南呢让大家一向都非常喜欢的地方，都把它想象在观光，在一些小吃。那其实呢，台南已经有很多的数位产业啊。我们办这个博览会呢，最主要希望我们的人才可以留在台南。其实刚很多厂商呢，他们就有提到。南部的人才呢稳定性非常的高，所以有很多数位公司呢也很希望就搬到台南来这边设点那我们一方面希望我们的人才留在这边，那也希望更多的数位产业可以到台南这边来设公司，来设分公司。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11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由内政部举办109年全国孝行奖，总共选定30位孝行楷模，其中台南市有3位入选。台南市议会由议长郭信良带领，分别前往善化、东山、甲南西地政委问金，和3位全国孝行奖的得主，并且颁发奖状来表扬因有效的精神。议长郭信良表示，今年全国30位孝行楷模，年纪上少的是住伫东山区的陈振宇、陈小弟，今年才13岁，但因为厝内家境无好，放学还阁需要帮厝内饲鸡、挽营养，假日时啊和老爸去帮人做事。议长除了赠送陈小弟一支手工笔，勉励好好啊读书，另外嘛出钱买单价的营养，互因实质的帮助。认真读册，安带100分，这个笔送你，代表台南市议会好啊，继续做。系啊，今年台南市的公营咱遮议员拢来甲你关心，包括公所，包括学校落来，好好表者。你医院咱有升高无？你要安排我无？记4班。安排，有决定无啦？4集啦，4班，谁袂当囡仔变？4集你会号袂？哈？不知。拜六礼拜互你款，礼拜六压力的吼，甲就你迄袂使甲头巾了吼，你迄歹爱整理起来哦，安尼会知袂？有几斤算几斤，
后壁安尼慢慢的爬起呗。好。另外，住伫咧新化继收入户戴坤峰，对29岁开始前后照顾家己的爸母甲兄哥将近30冬，甚至因此来耽误家己的婚姻。因为细汉的时产者，到目前只用咧租厝来过生活。毋过对着长期倒伫病床10外冬的老母，也是真照顾，精神使人感动。周公先生呢，这是非常的难得，做到内政部呢30位孝行奖的其中一位。他从29岁呢就开始呢照顾父母亲和自己的兄长，整个婚姻都沿路掉了今天看到呢这个孝行真的非常的可嘉，而且对他的兄弟呢这种手足情分呢是值得呢社会大众和台南市民呢足为楷模。那今天代表台南市议会和陈斌议员，还有区长和林志展议员的秘书呢，特自来颁发6万元的慰问金，还有奖状足堪为我们台南市民的模范值得大家呢能够共同来追寻他的这个楷模的孝行。我老母囡仔足艰苦阮做人爱说，我今仔种，这是我责任啦。回报父母的大恩大义迄个恩情我的心头不管兄哥是讲，我一定要迄个。所以我伫厝咧环境无介好，对囡仔国校3年，国校3年我个无厝即摆个工作就遮久，我嘛是继续友好时光。另外，住伫咧南西的吴炳煌，虽然离婚，爱照顾4个查某囝，另外爱搁奉台无法度行的老母，甲10名的兄哥。老母已经88岁，兄哥嘛将近70。议长表示，3位全国孝行奖的得主虽然家境状况无同，毋过孝道的精神也是值得社会大众来学习。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立委陈天辉长期关心台南的水利建设，伫日前邀请水利署长南下会勘以后，11号上午，佮邀请营建署长来台南继续会勘相关的水利设施，希望透过中央的协助，会当解决台南饮水的问题。为了改善台南饮水的问题，立委陈天辉日前特别邀请水利署长南下甲里长讨论。现在11号上午也特别邀请营建署署长吴新修南下。将对北区甲安南区水利设施兴建来视察。第一站来到北区公园北路甲中德街的路口，会中将对集水箱涵的施作，立委甲署长以及水利局的官员也进行相关的讨论。立委强调，要做好超前部署，才会使避免未来饮水的状况。那我们在这个公园北路的部分基本上我们这个涵箱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带动的未来滨配厂，还有我们常德里在这一块的未来。这个旧部落的个淹水状况，所以我们希望说，连带着西门路跟公园北路箱涵的整个改建，然后这个做一些规划跟建设，然后把整个的水做完整的一个排放。我相信这样才能够解决这个地方的一个发展，否则未来发展越大，如果我们没有事先超前部署的话，未来可能这边的淹水会更加严重。现在就会淹了，如果没有做处理，会更加严重所以今天特别拜托吴新修这个吴署长下来，希望能够在通过预算这个2.0通过之后，可以立即来同意这样的一个预算处理。那今天我们还会有文贤抽水站的前池扩大，那还有这个安中路4段的2010巷，还有211巷的箱涵，还有我们的长溪路1段。这个406巷整个箱涵的这个延伸，我们这个都是等于在最后这1里路，希望能够借着这个营建署的协助，把我们整个安南区跟北区的所有的排水系统，这个内水跟外水做一个串联。我们之前都完成了外水，现在要完成内水，把外水跟内水做结合之后，做一个完整的排放，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一个淹水问题。署长表示，现在中央正在审查前瞻2.0，等台经费通过，就会尽速来协助地方，也期待市府会使先做好规划，等台经费到位，就会使马上来处理。尤其今仔来甲咱公园北路甲中德街口这个道路这个排水看起来伊就是目前来讲都扣高平，扣对咱公园北路到尾手到这个西门路口，这若无透开
伊确实是会造成这积水哦。现场看了会当了解讲，这个咱水利局哦，有哪已经应急来做这个太空包啦吼。啊，我想这是非常需要这个有这个前瞻的经费吼，来甲做一个改善。啊，我想啊，等今的这个会期吼，前瞻2.0的预算来过，我会全力来协助市府啊，来支持这个预算吼，来较紧互伊来进行。啊，希望呢，到时若得到补助了，市府会当较紧来改善。啊，互咱这个公北路甲这西门路口遮吼，毋免搁长期来啊遭受这个积水的这个问题。接下来，市长甲立委也前往文献抽水站，针对抽水站的扩大进行探讨，期待透过一系列治水的规划，帮助台南市民会使减少饮水的痛苦。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被称为美食之都，其中牛肉汤是非常受到民众喜爱的。位伫安平的知名火锅店牛五正，因为响应市府甲区公所的宣导，成为安平区第一间申请国产牛肉标章的店家，提供消费者上新鲜、上安全的牛肉。安平一间火锅业者以20多档的经验，将台湾原体牛肉炉以全新的面貌呈现。除了有原体牛料理，每工嘛提供新鲜牛肉，针对每一道料理的原料，控管品质，并选用少见的台湾乌牛内脏的部位，花了3年的时间去开发新的菜色，用无同的料理方式，要造予消费者上好的用餐享受。使用的是在地国产牛。那在地国产牛，它有很多像比如说像黑牛这种品质很高的牛肉部位，那在店里面使用啊，那供顾客来消费，然后再来我们有延伸，大概有很多的牛内脏。那内脏部位呢，这一般是在国外可能新鲜度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是使用国产在地选用的牛内脏。这一部分因为新鲜度的问题，那当然一定是在地的国产牛。近来因为美国猪肉进口议题，民众对着肉品的来源更加重视。该店为了让消费者吃了更加安心，率先响应市府推动国产牛肉标章的制度，成为安平区第一个挂上国产牛肉标章的店家。到我们安平在地的店家来帮他做一个我们国产牛的一个张贴它的标章，那也希望透过在我们安平地区这个新的店家，相信大家都会知道这一间卖牛肉在我们的那个市政府旁边这一间店是非常有名的。那它也是我们安平第一家来申请国产牛的一个店家。那我也希望透过这样子各位媒体的一个报道，可以让我们辖区内的在使用牛的店家可以赶快来我们区公所来申请，来张贴这样子的一个标章。市府民政局表示，目前伫各区公所拢有设置国产肉品标章申请的通口，受理店家申请，伫通过了后，按照规定要搭伫咧明显的所在，方便民众辨识，嘛互消费者吃了更加安心。安平有心，消费者请放心。赞。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立图书馆最近常常有公用电脑被民众不当使用，不止损害别人合法使用的权益，也互公部门的形象受损。议员蔡小薇上午召开记者会，除了要求主管部门要严加管理，另外也呼吁市民朋友要尊重其他民众的权益，千万唔通占用电脑来耍游戏。议员蔡小薇表示，目前台南市立图书馆的公用电脑只有13台，使用者必须要透过登记才会用使用，而且一架是30分钟。不过最近却接到未少的民众တင်情，表示电脑时常被人长时间来占用，而且佫上网来耍游戏，佫有看色情的网站。对此要求主管单位市立图书馆要严格把关。台南市立图书馆的电脑一次可以使用30分钟，那每一次要去使用的人都要先做登记。对，那当我们的管员的话，应该要适时的去巡查。如果说发现有不当使用的人，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做记点的部分？如果他一天被取缔2次，就当天不能再使用。如果1周被取缔超过4次，那应该要锁住，不能让他再继续使用。毕竟市立图书馆这个是公家资源，我们不是网咖，所以应该要请我们的管员加强的这个查询，那让我们的公共资源呢
能够更被妥善的使用。台南市立图书馆的馆长洪玉珍表示，依照图书馆的使用甲管理办法，如果发现民众有不法的使用，第一间会先来告诫。如果民众违规，就会来刷卡停止使用。对于一些民众在现场使用的话，我们是透过我们的座位管理系统，可以从后端来监控监管。如果民众一旦有在使用，我们先会推播讯息跟他说你已经违规使用了。那如果劝导不听，我们就会停权30天。停权30天就是他下次没有办法再凭他的借阅证跟市民卡来使用。那一个就是我们直接到现场看到他还打电动的话，我们是会口头，第一次也会口头来劝导他。那第二次再不听我们的劝导，我们就会停权使用。根据图书馆的统计，对今年1月到9月被停卡使用的就有217个人。未来图书馆会加强走动式的巡查，避免公用电脑被占用或者是耍游戏。但如果民众真正有急用，嘛会用向管理人员来这频繁，避免公用电脑无够使用的状况。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去看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风花树头尾，以音乐阅读文字，以乐曲串联生命。透过台南爱读册欣赏台湾文学，享受听觉带来的阅读飨宴。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南市美术馆伫9月份一概推出不均的平面版画展，甲林佩纯《夏娃克隆启示录》数位创作展，透过2场展览，要带领民众进入过去甲未来艺术领域，带大家做伙来看卖。不均的平面，1957、1983面向国际台湾版画，展出50年代到80年代的国际情势下，伫真侪方面影响台湾艺术家创作过程以及艺术发展成果。展出的艺术家包含杨英峰、陈庭诗、李习琪、秦松、江汉平等14位艺术家的作品，展出内容相当的丰富。展场另外一边，阁有一场代表现代新媒体艺术展。艺术家林佩纯是台湾新媒体第一代的艺术家。这次再来到南美馆的《夏娃克隆启示录》的展览，也是去年在意大利佛罗伦斯双年展得到新媒体艺术类首奖的作品。我把我的作品，我把它叫做夏娃克隆，因为神创夏娃，然后我要表达就是说人的骄傲，用科技也好，用网络或者是生化等等，想要创造另外一个生命。那个复制的生命就是克隆，所以我发展快15年的整个系列叫夏娃克隆。去年刚好1整年的时间，也就2019年我获得了意大利佛罗伦斯双年展新媒体艺术类的首奖，全球首奖。所以这件作品做一进门就看到了，它非常的庄严，而且非常的庞大，非常有张力的展现在观众的面前。得奖后首度在台湾。没错，应该在讲说首次在美术馆。那当然，我这件作品绕了全世界非常多的美术馆也好，或者是画廊前一阵子在台中大象。那这一次是在一个能够表达我那个很张力也好，或是非常的具有那种震撼力的美术馆的空间。在展场门口的互动式艺术装置，会当和民众甲艺术创作进行互动，相当的趣味。我的夏娃克隆可以模仿观众的表情，那表示夏娃克隆开始要学习人的情感，其实就是像我们的人工生命。其实我一直在讲就是人工生命，但是我用科技的手法表达那个科技产物的本质。现在这2场展览为今仔开始，一直展到12月13号为止。对版画以及新媒体艺术创作有兴趣的民众，千万唔通错过。
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新老病院持续发表特色医疗，其中齿科的团队除了招募各项齿科专科医师进驻，用得到国家医疗品质的认证甲庞大的阵容来服务市民以外，更积极发展美学齿科来应用现在市场的需求。新老病院对民国75年7月开始提供齿科服务，到102年大量招募新进医生以后，7档内对4位主治医生，到现在已经有27位，成长7倍，而且各分10个专科，阵容相当庞大。会中主任杨英武进一步表示，该科除了有国家医疗品质奖的肯定，日后透过千万规模的软硬体投资，希望发展美学齿科的特色医疗。所以我们目前牙科发展到这个地步，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完整。主要就是现在在进行的就是我们隐形矫正的这个部分，还有陶瓷贴片嵌体之类的美学牙科的一个部分。目前就是院方今年开始在着重发展的部分。目前医院方的资源大概已经投入进去1000多万光购置这个硬体设备的方面那在软体当然就是主要还是人才嘛。那我们现在人才新楼医院目前算是大台南地区，除了奇美还有成大大概新楼目前已经是有27位的专业的牙科医师在服务的一个医院。其实现在主要美白大概分为2种，一种是居家美白，一种是冷光。那其实2种效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看每位病人的需求，我们去给予他专业的建议，再针对他要改变的地方去帮他进行治疗，这样子。当然，包括陶瓷贴片、稳型矫正和爱水的是点啾啾，以及装假喙齿等先进的技术甲设备，坚持专人医疗的新老病院，嘛拢真有信心，要积极扩大对市民的服务。甚至以学术研究甲国际交流，将成果回馈到病人身上。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30度到33度，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9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秦美泉，咱再会。